看花开正红时，花红花正圆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心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的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加连理。等春天，透出的爱情诗。花蕊要开等春天，又想百花满满心。南风吹来清凉味，乌蝶伴花笑眯眯。恋爱的花蕊可爱粉红青芳现娇美，约束心爱的人吐出的爱情诗。你我伴相随，永远不分离，永远也是糖蜜甜，真心真爱加连理。哎呀，你真的会离开我？你真正袂离我？你真正袂离我这小妹？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。
啥啦？抱歉抱歉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啊你哪会直接走出来啦？啊你哪荡出来啦？我还当飞起来，我还当飞起来，先我你刚哪会荡出来啦？我在咧困的时候，喊你个阿兄，我的脚哪甲叫，哎呦哪叫伊哪走？我会足紧张，我爱牵着就抓袂着。我是讲我要来找阿兄，我要找阿兄，我迄种用爬起来，我的脚有感觉，我真正脚爬起来啊！我的脚有感觉。啊，你我甲你讲啦。哎呦，阿哥无伫的啦，等于家己啦。啊对，我煞袂记的啦。你吼足无记伫的啦，无定啦，真正是谢天谢地啦。有可能是咱的祖先有灵性。你今仔已经小可会叮当啊，无伫较无偌久以后，你就用个爬起来行呢。对啦对啦对啦。阿嫂，啊我即马脚嘛会叮当有感觉，啊身体嘛较好，咱过来坐下影好无？阿嫂。哎呀，你安尼坐来坐，坐啦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坐咧讲啦，坐咧讲啦。咱来找阿兄算，咱来找阿兄好无？我毋是我去找伊啦，你著知影你阿兄的个性，我若要找伊，著走外种，伊若挑工仔要骗我，咱感情是找伊会着，我找甲会惊啦。那不管啦，不管啦，阿兄即摆会阁离开咱哦。拢嘛是为着你的代志走的，你嘛爱负责任。咱来找阿兄啦，你带我来找阿兄，我要找阿兄啦，好无啦？我要找阿兄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公明啊，有安尼啦，明仔载天若光吼，咱就串的通出来找大树啦。亏我咧吼找大树，我找得惯死惯死啦。啊找大树哦，袂是敢若我的头路的，明仔载就来讲。地大树，地大树，是一个老不朽。高明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明仔再去找啦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野价，人离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，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无毋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也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免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，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风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，我有爱过。你即摆到底是啥物所在啦？你的病到底有较好？阿强，今早起来读书啊？什么早？日头晒尻川啊，8点外呢。哈？8点外？我上班要迟到啊！你好好读书啊，我袂食啊，我要上班啊。你来啊！我甲你出来啦，好无？我是要去上班的啊，你要倒？我想讲，我要出去找阮阿姊。
讲啦，村长嘛无要嫁别人啊，你唔知哦？我知是知啦，也毋过哦，也唔过啥啦，你甲伊过有误会哦？毋是讲我伫咧误会伊啦。总讲一句吼，春花啊，今仔日哦，若莫甲迄死人船啊吼，啊变即出把戏出来，阮大舅啊吼，嘛袂搁再走出去。阿哥，阿哥啊，喂，你莫讲阿嫂啊，阿嫂嘛带我一世过去找阿兄哦，找啊足辛苦的呢。哦，啥物辛苦啊呢？毋知走迄对啦，找到两支口，行到皮皮喘，哦，真正腰酸背啊疼咧，有够忝咧，安尼啊话。你哦忝哦，忝我死啦！当当时恁祖妈若知影讲你即种人吼，你伫咧问讲看阮大舅伫咧对哦，我嘛不爱甲你报啦，甲你报做咧殡仪馆去，哦，啊你新闻来接歹？是免解来哦。阿哥啊，莫啦，莫生气啦，莫安尼啦，拢是我毋对啦。哈，你较即久才知影你毋对哦。哎呦，伤慢啦！伤慢啦！哥啊，你看花啊，拢安尼啊。这大叔要送你。村长嘛，啊，佫有一张花啦。春花啊，这虽然是一张小小的兰花，伫世间人的目睭内，伊并无啥物价值。但不过伊的性命也是真宝贵，尤其是伊是你上喜欢的花，所以我寄来互你，祝福你婚姻美满，你甲家眷啊会当白头偕老，也希望你用爱心好好照顾这张花，好好甲伊疼惜，大手敬上。就还会记我介意这种花，伊还会记。村长嘛，我会记哦，你生日的时阵吼，村长要去山顶，就是办这个花送你的啦。哦，足危险的呢！我甲俊涵哦，想讲哦，村长要自杀。阿嫂，既然讲这花是阿兄送予你的，啊这是伫咧同一个所在办的，阿兄敢会等你故乡？等你故乡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伊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紧的啦，叫载船的载较紧的啦。春花啊，当这渡船哦，驶路紧是固定的啦。爱大海安尼扑哦，扑久就到位啊啦。甚至咧批车阁会当硬吹。村长嘛，你免着急啦，一定会到的啦。是啊，春花啊，啊你人咧坐船哦，心咧坐半只机啦。哎呦，阿妈，水哦，金丝毛美人了，哎呦，水当当啊！村长嘛，这间厝已经卖掉啊，你还车要创啥？我是想讲，即马新的主人，毋知有看迄大树有来无啦？原来看伊敢若无人大的款呢，啊，规涂骹呢黄火火啦。我种这树啊呢，拢连去啊，而且我鼻衫会滴五层啊。以前这间厝吼，真正是卖花咧。我囡仔时阵，因兜咧伫厝，我著参加婚庆啊。哦，迄人啊咧出入进，敢咧做笑了了，够请呀！今日看到遐哩哩啦人吼，真正做唔到咧。哎呦，哪会遮乱啊，拢无人整理去哦。村长嘛，你锁也拍袂开呢。啊，别人的厝当然嘛锁起来。我是一种唔甘愿。有遐足侪真快乐的回想，想袂到，即马保丁破手，我甲大手，一人走一路。就是嘛，以前吼，我甲俊男来到遮，叫人当做医生，常常互恁请。村长嘛，你是嘛加足好食的呢？春花啊，人生本来就是安尼，起起落落，浮浮沉沉，有时日光，有时月暗。我上讲你好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对不对？心情放好开，较快乐较轻松。对啦，想较开的啦，较无代志啦，就亲像我安尼啦，
食好肥肥，结果腿腿，大家嘛足快乐的。我三个无办，我嘛足快乐啊！好啦，春花啊，咱就伤心啊啦。吼，这个代志哦，我引起，大舅是我气走的，我绝对负责任，将伊找倒转。来啦，来去啦。哦，厝已经毋是恁的啊吼，留言啥落用啦，找恁较要紧啦。紧，行。船长啊，你倒来呢？英勇啊，这久无看吼。是啊是啊，好，真久无看啊。啊是讲即摆倒来是安那？阮是要来找船长伯的啦。船长伯啊，我拄则看到伊尔。啊，伊咧倒位？啊，倒我拄仔去山顶买草药啊，看伊对山顶马溜一直行去呢。后牙休吼，啊袂顺啊无听着共款，啊一直去啊。是倒一座山啦？啊，就祖庙迄座山无？祖庙？哎呀，第大笑，出家毋是要为着道撇现实，也毋是要道撇世间的苦难，是希望会当福慧双修，求出一份解脱的心，看会当希望早一日脱离生死轮回无？这点你了解？会最了解。第一刀，去除一切恶业。大舅啊，你真是要剃头修行哦？师傅，阿弥陀佛，我是伊的牵手啦。阿弥陀大手，你真是要出家食菜啊？你有想会清楚无？这毋是囡仔咧讲算笑呢。你若真正出家，你就袂当搁再入家啊。我是想讲，我若出家了，保定也有阿姑照顾，啊，你有家眷照顾，安尼我就安心啊。你这话是咧讲什么话啦？我是你的某呢，你的责任你要送互别人，你是咧安心什么啦？我是好意要成全你的。师傅，即嘛有当，伊根本就毋是真正了解佛法，伊是咧道表现实。像即款的人，这遮尔清净的佛门，伊敢有适合做佛祖的弟子？阿弥陀佛，地大姐，你要出家本来是一件好代志，莫照看你的定年未了。既然恁某来啊，你就该讲互清楚。等下恁解决明白了后，才来出家嘛，也未晚。阿弥陀佛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叔啊，叔，我就免我叫啊啦，厝头根本无要叫啊。你爱做一个创啥？你别起来啦！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春花甲青啊阵比即阵哦，是专工要互你用的啦，毋是真正哦要嫁互伊的啦。是啦，你选择手指哦，这阵嘛摕转去啊。啥物甲你摕转来的？春花根本就无要接受甲手指，伊讲手指伊若退休落来，银行大手啊，死人心内不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好意送人手指，讲有感觉不准，安尼听有无啦？我你安怎？你根本都毋是查甫囝，阿某有啥物不准，想办法来解决。走来遮咧大表现实，你还做敢对哦？大手咧，迄都毋是我咧讲。人吼，春花这样好的查某，咱把她当作宝甲保守，对毋对？你硬要送互别人，你真正头壳歹去。来，过去。阿弥陀佛，天大笑。出家是要为着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，毋是要作为你道撇现实的手段。看会出来，你甲恁某的情分也真厚。就算讲你出了家，嘛是无法度忘了家。我看你还是甲恁某做伙转去，才袂互你踮咧佛堂咧食了十方米，共款就爱责活你家己。叔，佛法即是世间法，恁翁某乃会当做伙拍拼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安尼嘛是一种开悟甲解脱。
你知？是，会做转了会面对现实，为头做起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成全。太太，做翁某哪会当和睦相处？安尼这个家庭就是极乐世界。假使大家若是歹面相看，这个家庭就是阿鼻地狱。会当做翁某，就是恁前世结善缘，这世人才会当做翁某。大家爱好好珍惜这份善缘，才袂善缘变恶缘，才袂极乐世界变阿鼻地狱。假使翁仔某若会当一世人和睦相处，永远相爱，袂反面，安尼嘛是另外一种最高境界的修行。多谢师傅开示，多谢师傅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俊男啊，你毋是甲我讲哦，春花啊、甲大树啊，今仔日要转来，那这暗嘛还袂倒转来啦，是毋是阮大树啊毋肯转来哈？阿哥，你放心嘛，头拄仔互你打电话来讲，伊已经到码头啊，两米就到，你莫烦恼。转来啊！哎呦，转来啦！春花啊，阿哥，哎呀，转来啊！大树要转来，伊毋肯转来是？有啦，已经转来啊啦。哎，啊人，哎哟，啊等你徛遐是要创啥？转来，大树啊！不定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要行？哎呀，我足想念你知无？你若讲唔转来，我就歹做后勤，我歹好行路啊。啊，安尼讲，安尼足烦恼的，会晓行就好啊。哦，免坐，免坐。先生，大树啊，我听讲哦，你要出家食菜，敢有影？当然嘛有影。阿哥啊，好家在，阮拄拄好教哦。啊无，传你爸即摆嘛要剃光头，出家念阿弥陀佛的。哎呦，你这个囡仔是安怎来安尼啦？你是咱田家位的修罗院呢？啊，你画一个讲要出家食菜，都要去啊！后摆了，咱个祖先咱是要叫什么人拜？剩下哦，甲保证咱是要去外国啥？你这个囡仔是安怎来遐尼来袂安心？来食不老，你是安怎来食不老？阿哥，我知我唔对，阿哥。哎，莫安尼啦，阿哥莫生气啦，啊等大树落转来就好啊，安尼上好，敢毋是？吼。阿哥啊，你这个大哥吼，继续受气咧，等下遐将官吼，还袂用遐来拼了。阿哥啊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，春花甲大树哦，一定会好好啊啦。真是的哦，真好。来啦，面菜面菜好，大家来食菜面菜。啊，我要趁这机会哦，敬恁大家啦。一段时间哦，恁大家有种人我代志安尼走动咧烦恼安尼，足歹势。来，好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实在有影是见笑代咧，啊两个人加加安尼真百岁啊，啊佫咧舞即出的，互恁大家呢有用试试第一烦恼的，阿哥是的哦，吼。哎，袂啦，恁翁仔某来当安尼好好哦，阿哥就足欢喜的啊！陈主任，阮大家哦，祝恁翁仔某破镜重圆，圆圆好好。龚老师。哎，陈主任，啊，你转来有啥物拍算？有人咧想讲做一个小生意啊，小生意，啊你好啊，我甲你斗相共。人生斗三工啦，就拍算讲要拍一个面单尔，也无啥物个。面单，安尼敢好？陈长伯啊，做生意毋得做较大诶。哎，是哦，咱要做大生意，资金找就对了。无啦，恁大家好，我知影，但是我想讲吼，靠家己慢慢啊，搁重新开始来打拼。所以恁吼，毋免甲我投资，精神上甲我鼓励就好。哎呀，真正是有志气的啦！安尼好，那你吼重新开始拍拼，我当安心啊，当增加讲我钱仔赚，对不对？平常当看你成功哦。是。来，给你。来，到底来。大舅啊，好听小春花哦，啊无到时候啥物三长两短，
我来收货底哦。啥物咧三顿两礼？你要来收货底，我都无咧歹当啊旧社个。可能。陈队，来，欢迎，我送我下。当天谢意哦，你应该陪哦。好，食凊彩啊。林小姐，你的病真正袂当搁拖，你要紧来带医开刀，啊若无，你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我身体愈来愈歹，差不多是我的离婚时阵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天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大手的，你10块到5块来参做的啦。你安尼300啊？这400。安尼才5块钱啊？哎呦，啊那规刀顶专这咱三你是要创啥啊？你无看哦，阮即摆咧开猪公啦，是穿查无请人客就有影。我拢听无半句呢。无啦，你凭本钱做生意啦。啊，咱这是欠有偌济钱啦？一箍安尼700-800块有啦。啊，咱700-800块是要安怎去做生意咧？来，哥，你有搁咧啉大财啊？使遐钱啦。使遐钱。阿公的使遐钱哦，念一条，有咧去做生意。阿哥啊，免啦。啥物咧免啦？你是哦，咱地家唯一的查甫孙啦。啊，我无听你，是要叫啥物人听你啦？我是阿哥啦，毋是别人啦，提起啦。大手啊，既然是阿哥的好意吼，你就该收起来啊。阿哥吼是无凊彩人啉即个互人的呢。阿哥，啊你的个性就是安尼啊，钱摕咧腰肚，啉到真艰苦。啊，咱既然安尼，咱若咧欠本钱吼，我就先甲借起来用，咱若有趁钱，才加陪行阿哥啊。好啦，来得去。哇，多谢啦。哎，阿公哦，是安尼甲你斗骹手尔尔啦。后摆哦，都爱搁再哦，靠恁阿仔某认真拍拼才会用的哦。会啦，搁来互我拍拼。秋萍啊，你才来无偌久，明仔载真正要走呢？我厝内面有代志啦，歹势。安尼哦，若是真正安尼，我就无爱留你啊。啊，你若有闲才来佚佗呢。我知啦，头家呢？多谢。这批货哦，即摆已经有3间公司来开价啊啦。台油公司3200万是上加的啦，要毋过会计部会算出来啊，这个价销会用搁较低咧。还阁有啦，你甲台油的总经理咧讲价销的时阵，会用搁较大。俊南，俊南，你是伫想啥啦？无啊，哪有？啊，我伫甲你讲话，你敢有伫听？有啊，我有咧听。那安尼我拄则是讲啥？好了，好了，小婷姐。大啊！是的哦，做一个恁文化宴会，我哋。喂，这是秋萍上介意的花呢。大哥，这花安怎卖？啊，即摆这时阵吼，花较贵哦。那安尼拢甲包起来啊？
哦好，嗨，回笼包开。小等去台友开会，你还记得我讲的，计小搁较压较低咧。哦，这花哦有够贵的啦，安尼哦都2000几块。好了，莫讲遐济啦，紧开车袂赴啊。丽玲，来，这花要放倒。你搁甲提出去啦。好了，花互我啦。啊，你不是会创啥？较差惊啊！遮尔济花出来，花干啊，用弄一款花啊啦。丽玲，我知影你为着花的代志伫咧无欢喜，也毋过相片的代志，你总是爱互我一点仔时间嘛。我并无要求你甲相片放互袂记的啊。搁无，我买花你就伫咧无欢喜。我无欢喜，我敢有讲啥事？你是无讲啥，也毋过你心内是安尼想的。我心内安尼想的，你是看着我的心肝内啊是？你哪一定爱认为我是安尼想的啦？恁查某囡仔就是爱食醋。俊男，我根本就无安尼想，你哪白白无要甲伊拗啦？无毋对啦，我看着你买手边上介意的花的时阵，我心内是感觉怪怪啦。也毋过我绝对毋是伫咧食醋，我是伫咧失望。遐尔侪的花，你是安怎无一支是要送互我的？这段时间，我一直相信你甲秋萍的感情，只要时间若久，一定会渐渐啊淡去。我嘛一直甲家己讲，我会好好用心拍拼，好好爱你。代替秋萍伫你心目中的地位，我安尼想敢毋对咧？假使你若是认为我安尼想，就是伫咧食醋，安尼我无话讲。你爱秋萍，你的心肝内只有秋萍，我一点仔地位拢无，我承认迄是我的失败啦。我愿意成全你甲秋萍，甲你离婚。丽玲，离婚这种话，敢会当清清菜菜讲出来？我毋是清清菜菜讲，你爱秋萍，我就互你完全的自由，互你全心去对待伊啊。大，你免花这件代志，丽玲你食醋啊？你是安讲伊在食醋？拢你啦，狗话。跟我有啥关系？嘿，处理无好，丽玲才会食醋的。丽玲，开门啊！丽玲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泪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满心。阮翁写哩阁水哦。有影呢，真水呢。啊，你花写红的，手啊较毋免写青。大家拢红啊。你红就互伊拢较红的就对哎了。哎安尼好啊好啊。小姐妹，俊男哦，来来来来坐。哎呀，安尼来啦。哎呦，你个水的呢？哎，啊恁两个少年的今仔日是免上班哟，啊，我哪有时间通来？哎啦，嘿，啊着拄则甲客户讲生理啊，我想无，规气提早下班来这甲恁看卖一下。安尼哦。陈牛嘛，就是专门来找你的啦。啊？专工？啊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无啦，我想讲哦，来这看卖，看你啥物时阵开始做生理。哦。啊，你摆咧写，也咪写好啦，明仔载就要开幕。遮紧哦？
看你做生意骹手爱咩啊，我一工拖一工就要准啥？容易。笑死啦！明仔载就该捧场咧。当然的咯，我逐工来吃，逐工来捧场。有影呢？当然的。你若来吼，我来找你上高的吼，三味素互你啦，互你食到像我这体格共款啦。安尼不意思。袂啦。你看这两个，有够先往高溜过游台湾，有够水啦！啊，丽玲奈无甲恁来？你是安怎样？无啦，无啥。啊，但你的个性我就知那会无啥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丽玲咧无欢喜啊。是安怎奈无欢喜？船长嘛，这我来解释互较清楚啦。啊，丽玲本来无咧无欢喜啊，俊兰讲丽玲伊无欢喜，所以讲阮俊兰无欢喜啊。丽玲知影俊兰伊无欢喜伊嘛无欢喜。讲煞袂？清楚。我咧讲老长无人听，是到底是啥人无欢喜？丽玲无欢喜啦。无欢喜哦。你哪有赢来啊？啊，要来甲你做公亲无用嘛，着爱赢。你哪知影我甲俊男冤家？知喏，啊，都俊男甲我讲的啊，伊去阮兜甲我拜托，讲恁两个咧冤家，啊，叫我好好来讲和一下。迄边讲嘛知。哪有啥物通好讲的啦？不管我安怎做，伊就是认为我是一个爱食醋、爱甲伊计较伊甲秋萍过去迄段感情的人。袂啦，袂安尼啦。拄则两个哪行哪讲哦，伊拢讲互我听。伊讲伊知影家己毋对啊，你著莫甲伊计较就好啊。船长嘛，我敢是一个巴得遐尔矮的人。秋萍搁再安怎讲嘛是我的阿姊啊。即摆伊得条绝情，人又搁毋知走去啥物所在，我烦恼伊着袂活，要哪会去甲伊食醋啦？知啦，那你的北肠吼是逐个拢学落有对的啦。啊，今仔日吼应该是俊男伊咧烦恼秋萍的代志，烦恼一个过头，啊无注意搁惹你生气，毋知要安怎处理，家己咧见笑转生气。总讲一句，俊男就是认为我是阻碍伊去思念秋萍的人，我若是离开，伊才会当自由。那你是想按倒去啊？啥物咧离开？我倒来啊。
迄当阵我要离开时，感觉足孤单的。今仔转来，嘛是孤孤单单。是毋是天公伯啊，调工要甲我滚算账？我的人生这么紧就要结束。听讲要过身的人，拢会踏着故乡的土地，才会安心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敢要安心。爸爸，阿母，我真紧就要甲恁团圆啊！我甲恁同款，想袂放心就先志强。伊即马伫个台北，生活是无问题。伊嘛真打拼，伫准备考大学。厝后是好是歹，拢会靠伊家己。爸爸，阿母，我愈来愈无困。我足忝的，我较足忝。大舅啊，开无是看戏的呢，紧开啊！我来，阿哥啊，你算家长做回来好？我来，好来，回去米大开播喽！恭喜发财，喜迎一定来。多谢多谢，哎，啊，看放甲放一边吼，你紧去看就看啊。春梅啊，啊你到遮无闲啦，我带布丁仔转来休困。哦，安尼嘛是好，好，啊，较细个啊，进来。慢慢行，慢慢行咧。买买咯，较注意个哦，吼。来，米大新开播，新开播，新开播了！来哦，花酒哦，头一天啊开播啦，大兴盛啦！大家若要食饭哦，加卤卵啊，食面啊，加大肠啦，食米粉啊，加贡丸啦，记得来啊，来啊，记得来！来哦，记得哦，赞哦！来，食物件，哎，你点啥？面啊，面哦，牛肉面、阳春面、麻酱面都一种。红面啊，面哦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哎呦，来，来哦，开播八隻油菜哦。你台的人客八隻油菜，油菜啦，今天在开播呢。我要食啥？点一个啦。我啦，汤头袂歹呢。来啦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来，参考看卖一下好你参考看卖点啦。不哎。好啦，哎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泪要开等春天，忧愁百花满心。哎，大手的，啊，他即马也无人啊，你甲厝啊，我会小禁一个，迄烟蒂酷酷穿，迄规鼎汤滚到个要变半鼎去啊啦。啊，甲禁掉，啊，人起来个困敢会有呢？我你毋过无菜芽树呢。哎，人起来，哎，来这，哎，来食一个面啦，哎。春花啊，哦，你在路边有人家真歹看。你哪会讲路边啊？春花啊，人客若要食，伊就自然就坐哩啦。你安尼花啊，嘛无效啦，坐哩啦。讲安尼，咱这新开幕的无啥人知，生前啊一直看一直扭，人毋才会来。哎，人若来食了讲汤头袂歹，自然就会喊，喊久人就入来啊。会喊哦，就是喊久，就是喊咱一个人起来啦，喊。嘛袂用，无人来食。哎，咱今仔新开幕，一定爱有人先来开市呢。要开市简单啊，无人起来，咱免甲家己开市哦。哎呀，安尼就也使做生意。你家己食？有啊。诶，若无人交管哦，咱自己交管自己。我都大巴肚呀。我来。中义啊！文华，啊你哪知影通来啦？听讲你米大开播啦，专工来中义哎呦，你真好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哎，这我一点仔钱，你收起。你搞毋只呢？阮是咧开面单，都要带新妇搁别红包。那你当作阮两个再婚呢？无啦，无安尼啦，这你收起来。哦，啊你来就足欢喜。来，来坐来坐。我请一下。对不对？哎，今
既然你红包歹收，无咱讲好哦，今日我食面，你钱仔照算哦。哪有这代志？你来旁边我做黄也歹算钱无啦。袂用的啦，你今日若无收钱啊，我歹食。哎，你是啥物啊？够意思啦。安尼好啦，我拄啊甲摸个红包，搁一共啊，食够，食大共。既然是安尼吼，讲英啊，安那呢？大小菜拢甲加切几盘出来。安尼。今仔一条细条啊，就互你开一个较上中的。OK， 牛肉面三碗，豆腐一块。中意啦，当时你嘛，当时你有福利。不叫啊！哎，笑死人！我开面点啊，你咧叫当事长。啊来，各位当事长，各位夫人啊，要食啥？有啥物好食，拢提出来。我传就好。来，我去。来，好啊，啊啦，最近好无？敢毋是甲以前共款？对啦，恁最近有收到个消息？大哥，有啥物好食的？哈？好呢，我四个有咧探听啦，若是有啥物消息，我会甲你讲。我实在想袂通啦，手边是安那一直咧相片，敢讲伊毋知影，大家拢有伊咧烦恼。想较开的嘛。我明仔想会开啦，伊是我这世人唯爱的，伊竟然咧相片。来哦，哎，来，大米先来，哈，哎来，按女性先。来，啊，好你面。是呢，对啦，你昨毋是讲要安排几工去美国旅行？咱会当先煞去配合走一段，乌里卡手表，甲遐个亲戚朋友联络，咱会当先煞探听一下啊。好啊，去陪我嘛好啦，先我看一寡老朋友，对吧？对，恁讲我拢有听到，去平湖就对啊啦。即摆有气候适合的，拄会使去遐美国旅行。嘿哦，真正是一个好所在。来，今仔日这罐我请。船长伯啊，今仔日你是头一工做生意，莫干那招呼阮这道，白道买。哎，刚从你这度啦，哪有白度？来，你来，动作轻巧，动作轻巧。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恶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。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，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。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免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。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。